来看，这是旅客指控到通联客运乌白收费。有民众拖2卡行李箱坐通联客运，一卡是28寸，一卡是24寸，所服业者加收到行李费210块。问题是通联客运的公告，敢若限制行李的大小，并无规定件数。旅客则不满，指控业者收费不合理。通联客运安怎来赔回呢？通联客运讲，因为伫咧网络顶来公布，每一个乘客载行李的限制是以总体积来计算。一个人会当载大约一卡32寸的行李箱的大小，若超过限制，就要加收行李票。拄则迄个人客2卡的行李箱，28寸甲24寸加起来是52寸，超过标准32寸哦，所以加收210块。乘客拖行李箱仔准备要坐客运，不少的人坐车拢会挂卡板或者是行李箱仔，只是爱细腻，若是伤过大海，会互加收行李票。一个旅客7月初坐通联的客运，为桃园机场到台南，验过站务人员甲讲，28寸甲24寸2卡行李箱仔总计超过15万立方公分，爱加收210块的行李票，是等于搁买一张半价的票。乘客看通联公告契约，敢若限制大小，根本无限件数，指控通联客运乌白收钱。我觉得太贵。如果是占用到位置，那加收我觉得合理的。可是你不是占用到乘客坐的位置，那我觉得那有点不合理。如果真的非常多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多收一点钱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觉得可能 OK， 因为毕竟是我带这么多行李，占用了其他的那个空间。通联客运回应讲，针对旅客行李拢有相关的规定甲告示，每一个人会当载行李箱仔总体积袂当比15万立方公分，也较大，大概是一个32寸行李箱仔的大小。因为这个乘客2件行李内底，其中的1件超过28寸，已经是大型的行李。超价行李票的金额是以坐车区间的半票来做计算。我们的国道客运是没有限制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客运公司有个旅客载送运送契约嘛，在那里面如果定得清楚的话，应该就照这个契约来做嘛。现在汽车运输的管理规则它73条就有明文规定啦。那个乘客交运行李啊，每件的重量不能超过30公斤，然后体积不能超过150立方公寸。他们通常都会跟那个乘客去说明，然后跟他收取半票。其实同款往回机场到市区的各公客运，嘛有行李大小或者是数量的限制。若收到的客运是无限制，每一间的客运业者规定拢无同。民众若是要载行李上车进前，上好规定爱看好详细，较袂发生纠纷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